咁啊，珠寶咧，今日係拍片係5月30號啦嚇，咁咧就5月24號咧，咁啊佳士得香港咧就做咗個拍賣，咁啊其中有一件咧係翡翠，咁啊大家翡翠咧或者俗稱咧叫玉石啦嚇，咁但係翡翠咧就即係我哋一般統稱嘅翡翠啦，咁啊佢高級啲同埋靚啲嘅，咁啊翡翠咧咁啊會有一條係混身嘅翡翠頸鏈啊，咁啊成功地拍賣咗，咁啊拍賣嘅價值咧就係2600萬美金，咁啊大概咧大家計下咧就係2億港幣，2億港幣，咁一啲貴重真係好靚嘅呢個寶石咧嘅首飾咧仍然咧係非常之多咧愛好者咧係會喜歡咧係購買或者係收藏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咁因為翡翠玉石呢啲咧，就係比較嚟講係我哋中國人啦咁就比較傳統係喜歡啲嘅。咁你話喂係咪啲成日上咗年紀啊？咁其實都唔一定嘅。咁睇你襯啲乜嘢衫點樣樣啦。咁翡翠咧就比較多都係啲綠色嘅翡翠。咁可能咧會同譬如我哋嘅寶石嘅 emerald 啦，咁就都係撞色嘅。咁但係咧我哋肉眼我哋都分得出咧係究竟佢係翡翠定係 emerald 噶啦，即係一啲困難都唔大。咁當然啦，大家要睇嘅一啲比較貴重啲嘅，即係上10萬8萬啊，或者4、5、7萬啊咁樣港幣嘅一啲嘅寶石咧嘅首飾咧，咁大家咧都會好依賴一啲可靠嘅證書嘅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咁我要講咧係可靠證書咧，就係嗰啲嘅相對一啲嘅實驗室咧，你要留意下咧，嗰啲實驗室咧本身咧佢係咪歷史悠久同埋係可靠可信賴因為有一啲實驗室，如果佢係喺一啲嘅落後國家相對落後嘅國家咧，佢哋所出嘅一啲嘅證書咧，裏邊嘅內容咧，咁大家咧就要可能會有多少疑問，究竟佢裏邊嘅內容所記載嘅嘢咧，係咪同你手上面嘅呢件珠寶咧係相符啦好嘛？咁大家都要留意下。咁講開咧，香港嘅珠寶鐘錶啦，香港政府咧會分咗類嘅，咁每個月咧都會公布呢一啲零售銷售數字，咁其中咧鐘錶珠寶包埋鐘錶嘅，咁呢個零售業咧就係香港經濟咧基本上係會有一啲比較明顯嘅復甦嘅數字睇得到，咁而至於復甦嘅行業咧，我哋睇到咧就係鐘錶珠寶業咧，零售業咧。就係集中喺今年2026年嘅1月同埋2月嘅，咁就3月咧就比較差啲啦，大概增長唔到10%，咁1月2月咧就大概都有20幾30% 嘅平均嘅增長嘅，咁究其原因咧，我可以同大家講一樣咧，就係嗰個金價因為黃金嘅價格咧就係喺2026年1月底之前咧係創咗一個新高咁大概嗰陣時咧就係接近5600美元一盎司嘅金價，咁連帶其他貴金屬啦，包括呢個 Platinum 啦、鉑金啦、銀啦、Silver 啦，咁銅啦，其他都全部都係漲嘅。咁就1月打後、2月打後咧就開始咧2、3、4，甚至去到而家5月咧咁嘅。主要係金價啦或者銀價咧就波動得非常大，咁而跌幅漲幅咧都好誇張，咁就係一個踏入咗個調整期啦好嘛？咁咧就所以咧個零售數據咧，如果係鐘錶珠寶咧，其實個增長咧係今年咧頭4個月咧，主要咧就係集中咧係喺1月同埋2月嘅咁嚟緊咧就6月咧就有即係珠寶展啦。咁香港咧就係主要咧係大型嘅，我哋叫做咧係 B to B， 即係批發層面嘅珠寶展咧就喺3、6、9月嘅。咁咧就最大規模咧就係3月，咁然後就係9月。咁6月咧就傳統咧就係比較稍為係細啲嘅稍為細啲。咁就都係一個矚目嘅珠寶展，咁而係個批發層面嚟嘅。咁但係咧近呢3、5、7年咧。好多原因啦，咁如果你哋係公眾人士想入場咧，你係要通過咧係一啲嘅登記咁包括咧你要提供你嘅卡片各樣嘢
嘅資料去登記。咁如果你唔係業內人士咧，就基本上就入唔到去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喺場裏邊咧都見到咧係有一啲個別一啲嘅零售客戶咧都會其實都喺度逛緊嘅。咁佢哋可能有張卡片或者點樣登記咗咧，都可以好順利入到去嘅。咁你話喂，如果你係零售客戶，我想特別係女士啦，或者男士買禮物啦嚇，俾女士啦，你嘅珠寶，你想為買一啲嘅珠寶啦，譬如戒指啊、頸鏈啊、耳環啊，任何嘢啦，咁你諗住喂入去，抱住個心態喂，我想執平貨，咁呢樣嘢咧嗱，大家要小心，因為咧珠寶展咧係主要俾一業內人士嘅，咁大家咧都會係傾緊一啲嘅生意，即係批發層面就係批發商同埋一啲嘅零售商。咁零售商咧就係大家經常去嘅珠寶店啦，咁咧就係由批發商就賣落去俾零售商嘅，咁所以咧就係好多，譬如係外籍，尤其譬如中東啊，其他個國家咧都會嚟採購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集中咧喺啲珠寶店咧，就珠寶展咧就係進行咧佢哋每一年嘅1到2次嘅一啲嘅採購嘅一啲嘅行動嘅。咁你如果個人你走嚟睇咧，第一咧就嗰度成1000幾百個攤位。咁你咧就會眼花繚亂，咁啊好亂㗎，咁同埋啲價格咧，你都唔知佢係平定係貴，因為咧我哋嘅所謂我哋大家行家咧，我哋做咗10幾年啦，我喺呢個批發層面，咁亦都有同時間面對呢個零售客戶啦，咁就包括醫生啊、會計師啊、銀行家咁律師啊，咁都好多，咁我哋都面對啲零售客戶咧，我哋咧就會一眼咧。同埋咧傾一兩句已經分得出咧，佢係咪啲零售客戶？咁所以咧，批發商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如果見到有零售客戶咧，佢哋咧唔會唔招呼你，咁但係咧，佢會俾個價錢你咧，你就唔好諗住咧就真係叫做批發價。咁你即係佢 claim 話自己批發價咧，都要你睇下咧。當你係有作為一個零售客戶行入佢哋嘅booth 嘅時候，攤位嘅時候咧，佢哋作出嘅價錢俾你咧，係咪真係批發價？好唔好啊？咁你咧，你話喂，我比較唔到喎，唔知喎，咁呢啲咁嘅 B to B 嘅珠寶展，咁你話喂，咁都應該點都平啲啩？咁平過珠寶店嗱，咁啊理論上可能係嘅，咁啊但係咧，會唔會係 mark 貴咗？咁尤其如果你買啲嘢係比較價錢貴啲嘅，去到5萬、10萬樓上啊，咁樣20萬，咁會唔會真係平得好多俾你咧？呢啲就小心啊，因為有可能咧都唔係實際平過俾你嘅，因為你係一個身份咧係一個呢個消費者，好唔好啊？咁即係批發商咧都會一眼咧同你或者傾談3兩句已經知道你本身係唔係，咁佢哋開嘅價咧都會有機會咧係其實就唔係俾緊批發價你嘅。咁啊，所以如果你哋係有機會入到嚟緊最近嘅6月嘅珠寶展咧，咁你哋就去選購珠寶嘅時候咧，你哋要小心啦。咁你話喂，我真係想買啲嘢，喂，究竟咧佢係咪比較貼近？唔好話一定係啦，係嘛？貼近批發價，咁就遠離呢個零售價。咁你知啦，珠寶店批發零售咧，嗰個差距好大嘅價錢。因為咧，你去行到珠寶店咧，燈油火蠟各樣嘢，人工租金係好貴嘅，同埋咧大量嘅廣告宣傳啦。咁你賣緊件貨咧，你可能咧係俾緊咧係個 mark up 咧，對方咧即係珠寶店都會好高啊，好輕易地咧都 mark 過100% 㗎啦，即係成本可能5萬蚊咧就賣俾你10萬，咁甚至更高嘅呢啲唔使講啦，即係可能咧係即係2倍、3倍嘅價錢都有機會嘅，相對呢個批發價。咁呢啲咧，如果你入零售珠寶店咧，你都有啲心理準備啦，好唔好啊？咁因為你要即刻買啊嘛。咁如果你話為咗訂做珠寶，咁你可以好多途徑嘅嚇。咁你有機會喺個時間，你都可以去我哋呢個Zohenia Jewelry，咁你睇下個網頁啦。咁亦都裏邊好多聯絡嘅資料啦、電話email 咁你都可以揾到我，咁我可以幫你作出一啲嘅比較。如果或者係盡量幫你咧，係作為10幾年嘅珠寶寶石買手，咁我都可以幫你咧，係盡量揾到一啲咧係相對呢個珠寶店咧係合理平嘅價錢嘅一啲嘅珠寶嚇。當然呢家講緊啲咧係啲訂做嘅珠寶啊。如果你話喂，我即刻買，我要今日聽日要，但係你個設計又好複雜嘅，又要
起咗圖俾你先嘅，咁呢啲咧唔可能嘅，因為你去到所有珠寶店，包括我哋作為呢個珠寶業嘅人從業員咧，起碼都要同你講3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先起到貨。咁所以咧，如果你有計劃嘅人咧，你就想做一啲訂製嘢咧，你就盡可能咧係1個月前咧就接觸咧係一啲零售珠寶商啦嚇，咁包括咧係